大家问千万二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有时阵初初跟人见面，会听到对方足客气，会讲久仰大名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这就是仰，读个用仰第二条。一般咱民间常常听人读做仰。台语字典解说这里仰的意思，就是举头看顶面，咱讲是仰望。嘛有望挖可意思，像讲若是足爱慕一个人，咱讲是仰慕；若是对神佛来答谢，嘛有一个词讲是仰答；若是讲足相信某一款的主张，咱讲是信仰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久仰，意思就是足仰慕，或者是仰慕足久。一般含人初解见面，拢会讲的客气话。第二个词读做信仰，这个意思就是对某一款的主张、宗教足信服、尊敬甲仰慕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比如讲，这几年拢有几60万的信徒对着妈祖的脚步做伙落南进香，嘛有侪人久仰这个活动，专工来体验，感受用行动来完成信仰的过程，有偌尔迷人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仰，一般咱俗音读做仰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